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要来看到传统的古早味，这是米粿，会当讲是台南有上百年历史的特色小食。有人叫做肉粿，这上菜内米化做米浆，掺油葱甲肉臊，滋味好，人学乐。炒好色有形了后，再搁煎好赤赤。一传，伊就成为少年做囡仔时阵，阿嬷煮互伊食的古早味。家己开店来创业，伊讲到米粿做法有真侪款，有人是咧中央包肉，若因兜独门的秘诀食法是用煎的，会当配到猪油，也搁有油葱的芳气，怪人肉鸡汤，会当食到酥酥脆脆又搁软溜的口感。伫个煎台顶悬，迄落一块啊一块圆边啊圆边白色的物件是安尼煎到滋滋叫，无一打久就对这个白色甲转做金黄色。伊的外观看着小可有生菜头粿，台南人国甲叫做米粿，还是讲肉粿，嘛有人甲号做煎粿。市区比较少，新化关庙那边比较多。那归仁也有。米粿是台南在地小食，若是甲问当地的人，差不多是大家拢知影。对黄奕全来讲，这是伊细汉时阵定定去食到的古早味点心。因为较早因阿嬷就捌伫个市场卖过米粿。小时候吃到的感觉就很像萝卜糕吧，它因为它口感比较像萝卜糕，就软软的。那阿嬷那时候煎也没有，好像印象中也没有煎的那么恰。即马去想到阿嬷做的古早味开口，也若当是无人够通亲手做好食咯。所拜这个黄奕全，伫5年前就决定要来创业。像关庙那边，他都是做中心有包肉，对，那肉都是在中心点，对，然后对，有点像肉圆的概念，对。那我这边做的话是把那个肉燥跟米浆是混合在一起。米粿伫个台南流传要一世纪啊，伊的背后有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。讲这个起地是过去有一个地主，伊想要来犒赏这个真辛苦的田仔农，所以就甲仓库内底这旧米甲下做米浆，甲炊熟了后，搁甲芡米，安尼通互田农来做这个有气力的点心。黄奕全会来做米粿，除了讲是少年阿嬷的古早味，另外一方面嘛是因为刚出社会的时阵，伊嘛捌骹步踏叉去，都日夜颠倒嘛。对啊，然后跟朋友在一起玩乐啊，哎呀，对啊，那时间也不是很稳定，对，生活作息都不一样，对，然后后来想说就是要改，不想要再过那样的生活。伫个米粿顶悬，甲放即个半青色的卵，再搁甲淋一寡豆油膏。因为伫个市区创业，黄奕全伊特别来改良阿嬷的做法，做出较合少年人开口即个芳脆啊芳脆的口感。主要是一面会煎到比较酥脆，我比较喜欢那个口感。除了即个大煎呢，会当去食到猪油甲油葱的芳气。黄奕全伊嘛有即款独门的食法，就是甲淋即个笋丝肉臊羹。安尼若是甲食起来脆中搁带软 Q， 年纪较大的人嘛真介意甲即款米粿直接甲泡喺羹汤内底，安尼伊的口感食到就较软溜，会使讲是一入嘴就化气呀。它是用笋子的味道比较多，所以这边的味道我还蛮喜欢。即马因兄弟两个人负责来经营这间店，甲阿嬷教因的这味台南古早点心，互更较侪人会当食到这个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